依家就戴上你對耳機，放下你部手機，閉上眼睛，靜心聆聽。創世紀第1章。起初神創造天地，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，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。神說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開了。神稱光為晝，稱暗為夜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這是頭一日。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，將水分為上下。神就造出空氣，將空氣以下的水、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稱空氣為天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2日。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，使旱地露出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稱旱地為地，稱水的聚處為海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住核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各從其類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住核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3日。神說天上要有光體，可以分晝夜，作記號，定節令、日子、年歲，並要發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神造了2個大光，大的管晝，小的管夜。又造眾星，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晝夜，分別明暗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4日。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，各從其類。又造出各樣飛鳥，各從其類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就賜福給這一切，說滋生繁多，充滿海中的水，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5日。神說地要生出活物來，各從其類，牲畜、昆蟲、野獸，各從其類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神造出野獸，各從其類，牲畜，各從其類，地上一切昆蟲，各從其類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，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，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，空中的鳥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這地，也要管理海裡的魚，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。神說看哪，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，全賜給你們作食物。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，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6日。